過年就要來到安平凱台天後宮，相當喜氣，請來台南市書法學會理事長現場寫春聯，這也是要來宣傳2月初7要在廟埕頭前舉辦的迎春送春聯品茶活動，邀請民眾做伙來參與，是相當的溫馨，相當有藝文活動的哈。這邊感謝大家的一個辛苦協助哈，咱每一檔哦攏做一人在排隊哈，因為來家迎春聯之後，會過去甲咱聖母這邊來參香哈。廟方連續6檔在舊曆年前邀請書法家來廟埕現場寫春聯贈送，所送的春聯也閣會由媽祖蓋印來加持，供民眾結緣。非常的無簡單啊！吼，我寫過遐濟場的這個春聯哦，就是咱安平凱台天後宮上蓋有特色，嘛上蓋有意義啦吼，會當互咱媽祖來庇佑，會當安尼互親贈，會當安尼賺大錢。春聯吼，搭佇咱的府上吼，這個每年吼，大家攏會當安尼平安順遂啦吼，財源廣進，心想事成，大家平安大福。活動除了送春聯，現場也會邀請茶藝師現場泡台灣新茶，替民眾去除春困，迎接丙午年新春，也閣會準備200個媽祖茶杯來贈送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